這是一個嚴重的違法行為，涉及刑事欺詐與妨礙司法公正。一旦勞工處或其他執法機構介入並證實了文件造假，該公司及相關人士將面臨極高的法律風險。以下是相關刑事罪行與罰則的分析：一、涉及的關鍵刑事罪名。如果公司高層明明缺席，卻在會議記錄上簽署，並將其作為真實文件呈交勞工處檢查，這構成使用虛假文書 （using a false instrument）。這是最直接的指控。根據刑事罪行條例，只要你知道該文件內容不實，偽造了出席情況，仍將其遞交給政府作為合規證明，即構成犯罪。最高刑罰監禁14年。串謀欺詐 （conspiracy to defraud）。如果不僅僅是高層一個人，而是多人參與，例如秘書協助製作、管理層共謀，這就變成了串謀犯罪。只要兩個人或以上協議採取不誠實手段去欺騙政府，逃避安全監管義務，就構成此罪。最高刑罰監禁14年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，若涉及特定情況，如果涉及的高層屬於公營機構，情況會更複雜，但一般私人公司高層主要是上述的欺詐與偽造罪。二、關於罰則的裁定標準，法官在判刑時不會只看這是一頁紙，而是會考慮以下嚴重因素：預謀程度，這是刻意製作假文件，屬於高度預謀的欺騙行為；損害程度，安全委員會的設立是為了預防工業意外，造假意味着公司刻意架空了安全監督機制，一旦發生工傷事故，這將成為法庭判處極重刑罰的加重情節 （aggravating factor）。商業誠信的破壞，欺騙勞工處屬於嚴重損害政府部門的行政運作。三、被踢爆後的連鎖反應，一旦被勞工處查出該文件內容虛假，高層並未出席卻簽署記錄，一、即時刑事調查，勞工處不僅會處罰沒有開會的行政疏忽，罰款40萬，更會將案件轉交警方處理。偽造文件的刑事偵查。二、取消資格，若該高層或公司涉及註冊承建商或安全主任資格，其專業註冊極大可能被永久撤銷。三、刑事案底，一旦定罪，相關人士會留下刑事案底，這會影響其未來的職業生涯、出境及領取專業執照的權利。四、關鍵區分，行政處罰 vs 刑事定罪。如果只是單純忘記開會，是勞工處的傳票檢控，通常是罰款了事。如果是明知未開會卻造假文件，這是刑事罪行，性質完全不同。即便公司最後補開了會議，也無法抵消製作假文書欺騙政府的法律責任。給你的建議：如果你目前掌握了該文件造假的實質證據，例如出勤記錄、閉路電視、當天行程等，切勿參與或簽署任何與該偽造會議記錄相關的文件，否則你將被視為共犯。舉報途徑：若該公司行為嚴重危害員工安全，你可以透過勞工處的職安健投訴熱線2942172進行匿名舉報，尋求法律協助。此事涉及刑事責任。如果公司要求你配合掩飾造假，請務必尋求專業律師的法律諮詢，以保障你不會成為代罪羔羊。再提醒一次，這已非單純的勞工條例問題，而是涉及監獄風險的刑事詐騙行為。